厭倦超市罐頭嘅千篇一律，嫌餐廳秘方遙不可及。Mix Up 嘅一詞魔法，將地道風味簡化為日常驚喜，東方醇厚，西式優雅，隨心 mix 出專屬於你嘅層次。Mix Up Taste in Life。係當時因為疫情期間啦，咁我喺一間 cafe 嗰度打工嘅，咁啲生意就相當慘淡，所以我就嗰一刻就開始諗咩，有啲咩方法可以幫公司增加收入。一個喺疫情期間閃出嘅構思，幾年之後竟成為 Jeff 移居馬來西亞後生嘅一頁。本身諗住主打當地市場，但好友嘅一句試下幫你喺香港推廣，意外點燃咗呢樽醬料嘅星火，照亮咗一條返鄉路。一開始其實我係冇諗過喺香港做香港嘅市場嘅，咁但係有一次機緣巧合，我俾個朋友試食，咁佢食完之後得返嚟嘅反應相當好，所以就諗下不如試下喺香港發展。咁第一次聽到老闆講呢個 idea 嘅時候呢，咁我都覺得喺香港呢其實都係有得做嘅。咁因為我身邊呢都有好多朋友啦，佢哋都話食慣咗超市嗰啲醬汁呢，咁就覺得好悶啦，咁都想試下多啲個人化嘅口味嘅。咁我就試下問下啲朋友啦，咁點知有好多人都好有興趣喎。咁我就膽粗粗咁樣呢，就叫老闆試下呢，就係將佢整好咗嗰啲醬呢，就試下 send 翻香港啦。咁即係當然啦，就當中咧就有好多一啲技術上嘅嘢要克服嘅。咁但係經過咗一番嘅轉折咧，咁就終於喺2024年嘅4月，咁就 send 出咗我哋第一批嘅貨翻香港啦。其實當初嘅原意係諗住將港式嘅味道咧帶過去馬來西亞，同馬來西亞人嘅分享嘅。咁但係依家變咗兜翻一個大圈賣翻過嚟香港咧，咁我會覺得係咪真係做得到嘅咧？咁但係我諗翻起我朋友試食完之後嗰個反應，同埋我對做醬嘅 passion， 咁我覺得都可以試下啦。咁膽粗粗拎起張貼紙貼上公司嘅 label， 咁當係俾自己一個新嘅開始。係因為我本身係一個平面設計師嚟嘅，咁依家我係身為一個廚師，咁再加上我哋香港嘅團隊，再配搭埋馬來西亞檳城嘅團隊，所以就覺得 Mix Up 呢個名係好貼切我哋公司啦。咁由馬來西亞同埋泰國醬嘅熱帶風情，香港港式口味同埋西醬嘅創意，咁好貼切到我哋公司嘅 slogan Taste in Life。因為我哋個醬係手工醬嚟嘅，咁由烹調至到入樽，我哋都係全人手嘅，就冇經過機器加工。咁收到 order 嘅時候，我哋先至去買材料，咁由即刻煮啦，即刻入樽，即刻寄俾客人啦。所以客人到手嘅時候，應該會好特別 feel 到我哋同事嘅誠意。我哋 Mix Up 嘅理念咧，就係將東西方好食嘅味道融合喺一樽樽用心製作嘅醬料裏邊。咁我哋唔係做大路貨嘅，我哋係揀一啲有地道特色嘅味道。咁又包括我哋香港人食開嘅味道啦，同埋有異國風情嘅驚喜。最重要嘅係我哋可以令到每位顧客都好輕鬆咁樣喺屋企都可以食到最好味嘅醬料。以下落嚟咧，就由我公司嘅同事為大家介紹下我哋 Mix Up 嘅熱賣貨品。呢樽薑葱醬就係一開始我哋想將地道港式味道介紹俾馬來西亞人嘅，點知俾香港嘅朋友試食過之後，都覺得同出面燒味店嗰啲好唔一樣啊！
薑同葱嘅比例、油同鹽嘅比例都係啱啱好嘅。鍾意刺激啲，咁我就推介我哋嘅熱賣醬啦，蒜蓉辣椒醬。我哋打邊爐嘅時候，當佢沾醬咁點嚟食又得，炒菜落少少調下味又得，宵夜肚餓攞佢嚟叮點心點嚟食又得。我有好多客人都話，就咁用嚟撈飯撈麵都超好食。呢隻泰式海鮮醬係食海鮮必備㗎，有咗佢，所有嘅海鮮嘅鮮味都可以直接提升啊！除咗用嚟點，仲可以攞嚟清蒸、水煮或者係炭燒添。呢樽南洋咖喱醬係每個馬來西亞家庭餐台上面不可或缺嘅美食。用呢隻醬嚟調製香濃開胃嘅咖喱雞，除咗可以配飯配麵之外，更適合烹調肉類，例如雞肉、牛肉同埋羊肉。我哋嘅蒜蓉麵包醬絕對係一個驚喜啊！蒜香同埋牛油完美融合，搽喺法包上面焗，簡單幾分鐘，香脆惹味嘅蒜蓉包即刻就有。而家特別介紹一下我哋嘅三文魚明太子尖醬，新鮮嘅三文魚子混合明太子，配脆餅，或者用佢嚟撈煮熟咗嘅意粉，簡直係可以喺屋企都食到高級餐廳嘅味道啊！呢隻鮮橙尖醬都好受顧客歡迎㗎，我哋會認真挑選新鮮嘅靚橙，唔好睇少咁細樽，呢度已經用咗5個新鮮嘅靚橙去做㗎啦。我哋有別於市面其他嘅橙醬，唔會一味死甜嘅，你哋食過就會知道點解我哋咁堅持要用新鮮嘅靚橙，攞佢嚟搽麵包或者係餅乾做早餐，簡直係一流啊！無論地道港式嘅口味，或者係正宗南洋風味，定係高雅嘅西式味道，由選材、烹調至包裝設計，每一步我哋都係用心製作，每一樽都承載住 Mix Up 嘅理念，足不出戶都可以食到唔同地方嘅正宗風味。同街邊燒味鋪嘅現成醬料、超市嘅罐頭醬料唔同，Mix Up嘅靈魂在於多咗一份家嘅溫度同獨一無二嘅心意。之前有個客仔試過我哋嘅 pesto， 覺得好新鮮同埋味道唔錯，咁想買俾佢個對 nuts 敏感嘅仔仔食。我哋可以嘅話，都會盡量滿足客人嘅要求，以報客人對我哋嘅欣賞同埋認可。喺呢個咩都科技化、機械化嘅時代，Jeff 依然堅持人手做好每一樽醬，機器做唔出人情味。Mix Up 就等於全人手，無添加。其實係辛苦嘅，咁但係當你用親手做啦，咁嗰份心意同埋專注咧，我覺得係會滲入到嗰啲醬裏邊。咁客人收到嗰樽醬，佢食得出我嗰份專注，咁其實我個滿足感係好大。嗰種大法係可以令到我忘記咗有幾辛苦。見到客人 share 佢哋嘅 Mix Up 煮嘅餸、點嘅醬，見到佢哋嘅笑面同埋留言，嗰種滿足感真係難以形容。每一張訂單都唔只係生意，而係一份信任同埋期待。我堅持人手製作，堅持聆聽客人嘅需要去調整，就係想確保交到佢哋手上嘅每一樽 Mix Up 都係充滿心意，能夠為佢哋嘅生活增添好味嘅作品。Mix Up Taste in Life 呢個理念，我同我團隊會一直堅持落去。Mix Up 唔只係一樽醬，更係一份聯繫人與人、人與味道嘅心意。無論你係追求地道港味，抑或異國風情，定係想用一款專為你口味度身訂造嘅醬料，Mix Up 都喺度，等你嚟發掘專屬於你嘅好味魔法。Mix Up Taste in Life， 你嘅專屬滋味隨時代啟。